过来，离这个亚洲各国走大升，台北国际烘焙甲设备的展览会今仔日热烈来登场，展期有4天，吸引到900外间的摊贩做伙来参与。有不少的厂商推出着3倍券优待的方案，要来抢中秋月饼的商机。1元特卖，展场最优惠。 领先亚洲各国台北国际烘焙甲设备展，各厂商拢推出各种进行权的优惠方案，也有各种独家的限定口味。我们这次推出了以可可土凤梨为主的黑金酥，巧克力的微苦啊，搭配土凤梨的酸，把它冲突的口感做出来。 离中秋要2个月，不过现场已经拢闻到月饼的香味。真长的中秋街，100年老店甲网络真红的名店应有尽有。除了民众食了欢喜，厂商嘛趁机会抢实惠最新的技术，面包 AI 影像辨识纳销系统有够赢棒。 疫情过后，也因为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减少人与人的接触，所以有蛮多业者来询问的。 只要将店内更好的一盘胖放伫人工纳销系统 AI 智慧，就使收钱找钱。用面包征服全世界，你知道吗？那让世界看见台湾。疫情期间，烘焙产业影响真大，来展览场行咧，旁甜的面包唔若甜伫嘴内，过使是一个帮助烘焙产业创造商机。